咁今日咧，我哋其實就會介紹一個生成咧 3D model 嘅平台啦，就叫做 Tripole 3D。咁就係一個 AI 嘅生成嘅平台嚟嘅。咁呢度啦，有個登入嘅程序先要做咗先嘅。咁右上角啦，撳翻登入啦。咁我哋就會揀翻咧用 Google 嘅戶口去登入。咁每一個戶口咧登入咗之後咧，其實就每個月咧都會有300個 credit 可以用嘅。咁而家咧我嘅戶口仲有265個 credit 啦，喺右上角可以見得到嘅。咁佢生成咧其實主要有2個方法啦，一個咧就係打啲嘅提示語 prompt 啦，咁就可以生成一啲 3D 嘅模型。咁第二個咧就係用一啲圖片去生成模型，都係我哋嘅主要用法啦。咁下邊咧都會有一啲咧人哋咧去到試咗生成嘅 3D 嘅模型嘅例子咧，可以揀嚟睇嘅。咁我哋做嘅時候咧，左上角有一個叫 3D Workspace，我哋撳一撳啦。撳咗之後咧，最頂呢度有一個左上角有一個 Image or Text to 3D。咁你撳一撳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啦，你可以上傳一啲嘅圖片啦，去到打返你個文字啦，就可以生成一個 3D model 嘅。咁我哋之前咧就曾經生成過咧一個 3D model 啦。咁其實就係用河馬鬥獸場咧嘅圖咧去到生成嘅，係啦。咁生成咗之後咧，其實都可以 export 嘅。咁喺下邊咧有一個箭嘴啦。export 呢個掣咧，其實下邊有得揀唔同嘅 format，一啲好常見嘅 3D 模型嘅檔案格式，例如 OBJ 啊、STL 啊或者 GLB 咧都可以下載嘅。咁我哋簡單啲啦，咁我揀其中一個例子啦 ，STL 啦，咁跟住撳 export。咁其實 export 咗之後嘅 3D 嘅模型咧，其實可以擺喺唔同平台，譬如聽日劇啦，或者係其他嘅 3D 模型嘅 platform，甚至係 VR 嘅場景都可以用得到嘅。咁咧，我之前咧都睇過啦，譬如如果係撳咗入去啦，你可以見到有啲譬如MDL 嘅檔案，即係譬如啲顏色咧都可以保留得到嘅。咁我撳翻左上角呢個掣啦，去翻個 3D Workspace 啦，你會見到我之前咧都曾經咧係用文字咧生成過咧一啲嘅名牌嘅，可以俾你睇下個效果啦。咁如果名牌嚟講咧，咁佢好似其他啲嘅生成式嘅 AI 一樣啦，其實出文字咧就比較差啲嘅，就做唔到嘅。咁所以譬如你做公司 logo 呢單如果你打文字咧都係要自己後期再修訂啦。咁所以我唔建議打文字嘅，但係啲外框咧佢都出到嘅。咁亦都有顏色嘅。咁一樣都係有得可以下載翻 export 佢落嚟啦。咁我而家試一試咧，係generate 生成一個俾大家睇下。咁譬如啦，我去揾一張咧羅馬鬥獸場嘅圖咯。咁建議啲圖咧，其實盡量咧就啲線條咧圓滑啲咧，生成出嚟個 3D model 咧就會係清楚一啲嘅。同埋都唔好有咁多底嘅其他嘅一啲圖案喺度咯。所以咧我都會睇下會唔會揾到一啲PNG 嘅圖啦，咁就容易啲處理。咁喺 PNG 下載咗一張嘅圖之後咧，我哋就試下上傳翻去咧個Tripole 3D 嘅網站咯。
咁 file size 太大，好，咁我哋縮一下佢，都可以用嘅，或者我哋揀另一張嘅圖都可以。咁而家上傳咗張圖啦。打完個 prompt 咧，就可以撳翻右下角呢個掣去到生成一啲嘅 3D 嘅模型啦。咁喺佢生成途中咧，其實都可以撳去其他嘅位置咧，睇翻你之前咧做過一啲嘅3D 嘅模型。咁呢度咧撳翻去主頁啦，再撳翻個 3D Workspace 咧，都可以睇得翻。咁其實佢會幫你咧改咗張圖之後咧，你撳翻左下角呢度咧有個 generate 嘅，咁佢就會將張圖咧就變咗做個 3D 嘅模型啦。咁通常整一個嘅 3D 嘅模型咧，可能需要嘅時間都係10幾分鐘至20分鐘以上嘅。咁所以咧呢度咧可能改好咗張圖，再生翻一個 3D 模型就會好啲嘅。咁或者如果唔係嘅，就直接用張圖去到生成 3D 模型都可以。咁今日就講到呢一度。